各位歡迎收睇2012立法會選舉論壇，我係許方輝，我係周嘉怡。係啦，咁立法會選舉咧，仲有唔夠1個月就投票啦喎。冇錯啦，今屆選舉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新增5席嘅超級議席，亦即係區議會第2嘅功能界別議席嚟噶。嗱，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嚟7張候選名單嘅候選人啦，嚟到以公平、公正同埋公開嘅形式啦，同我哋係討論下政綱嘅喎。好啊，嚟先介紹下咁多位候選人先。首先係801號名單，候選人係何俊仁、鄺俊宇同埋林兆輝。802號名單，候選人係涂謹申、趙家賢同埋區諾軒。到803號名單啦，係白韻琴嘅1人名單。然後係804號名單，係劉江華嘅1人名單。大家好。跟住到805號，候選人係馮檢基同埋許錦成。806號名單，候選人係李慧瓊、洪連燦、陳學鋒、朱立威同埋顏文宇。807號名單，候選人係陳婉嫻、梁子穎同埋黃潤昌。咁大家都留意到啦，候選人嘅編號係以8字做開頭㗎。咁其實咁樣咧係依照選舉事務處編定，目的係要同分區直選嘅候選人區分嘅。冇錯啦，今日嘅論壇會分開3個環節嘅。咁7張名單候選人咧會跟你哋嘅編號依次作開場發言、主場時間，最後係總結發言嘅。嗱，每一個環節個時間啦，同埋規則啦，我哋稍後會再同大家講噶。咁大家現場都見到啦，係有電腦計時系統啦。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嚟咗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財務總監何顯先生啦，為我哋喺現場做公證嘅。好啦，而家我哋立即開始第一個環節，就係開場發言啦。由於超級議席咧都係採用名單比例代表制嚟投票啊，所以每張名單嘅發言時間咧都會係一樣嘅。換言之，無論每張名單有幾多位候選人，有幾多位會喺個發言時間入邊發言，你哋每一張名單總共嘅時間都會係一樣嘅。嗱，我哋依家先請何俊仁名單，你係有1分鐘時間。各位香港市民，假如20年之後有一本香港嘅歷史書，呢本書一定會記錄住呢場超級區議會選舉，因為呢場選舉係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嘅一場決戰，亦都決定住我哋香港未來嘅核心價值。我哋反對23條立法，反對西環治港，因為呢度係我哋香港人嘅主場。我哋堅決落實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因為而家係香港民主發展嘅關鍵時刻。我哋要打擊地產霸權，做好我哋嘅房屋政策，增建公屋，要老百姓唔好捱貴租，加快復建居屋，要年輕人都能夠置一頭家。我哋要反對洗腦式嘅國民教育，因為我哋下一代嘅小朋友係我哋將來嘅希望，佢哋要有自由嘅批判思考。各位，你手上嘅一票係影響住全個香港嘅將來。20年之後，你會因為呢一張票而自豪，因為你曾經努力同我哋一齊用汗水、眼淚同團結守護香港嘅核心價值，凝聚全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向建制派說不。請支持民主黨嘅參選團隊。好啦，你嘅時間夠啦。咁跟住係涂謹申名單，同樣係有1分鐘。各位市民，我哋係802號嘅涂謹申團隊，有趙家賢同埋我區諾軒。電視劇《天與地》裏邊有一句説話 ：This city is dying。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句對白，更加可能係一個預言。回歸15年，我哋有好多嘅價值一再被蠶食，一再被威脅。政府強推國民教育，強迫我哋嘅下一代嚟到去洗腦。好多嘅家長，好多嘅細路，好多嘅老師上街遊行，表達佢哋嘅不滿嚟到去抗爭。但係我哋嘅保皇黨同埋建制派一再對於呢啲咁嘅訴求置若罔聞，一再為我哋嘅政府保駕護航。再係咁，香港就要輸。超級議席代表核心價值，你嘅一票決定香港價值。民主要戰勝歸來，請支持802號涂謹申團隊。好啦，唔該晒。跟住咧係白韻琴名單，同樣係有1分鐘時間。各位，香港回歸15年，立法會俾啲政黨搞到烏煙瘴氣，保皇黨就係做舉手機器，涂謹申就俾黨員叫做懶將軍，何俊仁帳目不清，馮檢基被稱為民協秦始皇。嗱，咁樣嘅情形之下，香港嘅民生同埋福利舉足不前，只有我
白永琴白姐姐係真正獨立敢言，同埋會為大家用新思維、新方法，大家一齊盡訴心中情，改善立法會。請你哋投803號白永琴白姐姐一票，全香港九龍新界都可以投票俾白姐姐嘅。多謝你哋。白永琴，仲有幾秒鐘，用唔用埋佢？多謝大家支持。好啦，下一位，我哋請劉江華名單，同樣有1分鐘時間。各位朋友，好多市民咧對議會咧係好唔滿意嘅，掟蕉掃台已經教壞下一代，拉布流會蹉跎歲月，對香港有咩好處呢？仲有啲人呢要爭取非擁有居港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浪費公帑，對香港實質有損害。好多民生嘅事情，好多嘅經濟嘅轉型，下一代嘅就業嘅問題，都冇辦法聚焦去討論。我感覺到好多市民係受夠啦，會透過呢一次嘅選舉，用佢嘅一票，係會掃走破壞嘅力量，支持健康嘅聲音。請大家將議會重回正軌，香港先至會贏。支持劉江華，多啲正經人，多做正經事。支持804，支持劉江華，多謝。下一位請馮檢基名單805號。各位香港市民，可能我哋都會認為搞好經濟，我哋生活就會改善，民主係次要嘅。但係當大家睇到樓市不斷上升，我哋地產商係賺好多錢嘅時候，我哋生活有冇改善呢？當港鐵、九巴、中電賺大錢嘅時候，仲係大幅加價，我哋可以點呢？就係因為我哋嘅建制派、保皇黨恃住功能團體壟斷議會，使我哋議會係不能監督政府。我唔選九西，冒險選超級區議會，就係要向建制派挑戰。我哋民主派要喺呢個選舉上面贏取3個議席。各位市民，如果你唔想第最後一個議席落喺建制派手上，請你用你對腳行出嚟，用你嘅票投票投民主派，支持我馮檢基805號贏取第3個議席。多謝。好啊，時間到啦，跟住落嚟咧會有806號名單，係李慧瓊名單，你哋會有1分鐘時間。各位香港嘅市民，大家好，我係806號嘅李慧瓊。有人會話呢一場嘅選舉係所謂嘅兩陣對決，對決對立20幾年嚟，唔止今次，香港社會、香港市民聽咗好多，夠未啊？對立根本就唔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政治亦都唔等於對立。我哋好多嘅基層、中產、青年人嘅問題，幾時係透過對立能夠解決得到呢？事實證明，社會幾時超越對立，我哋就可以向前；社會幾時堅持對立，我哋就停滯不前。政改方案如是，政治如是，民生問題都係一樣。香港係我哋嘅家，贏咗場交，輸咗個家，有咩為呢？為香港未來，我哋理性討論，我哋一齊向前，我哋一齊向前，我哋和平希望。好，時間夠啦，我哋請最後一張名單作1分鐘嘅開場發言，請陳婉嫻名單。各位市民，我係陳婉嫻，我哋呢批一直喺基層裏邊，喺打工仔嘅生活裏邊，喺我哋嘅普羅大眾生活裏邊，我睇到香港回歸咗15年，喺呢15年裏邊，到底香港進步咗還是倒退呢？無數我哋觀察到，今上香港人嘅生活係大倒退，市民生活越嚟越困難，而基層打工仔女生活更加困難。面對住呢啲狀況，我哋睇到一個5年過咗，又再5年，又再5年，而家迎嚟咗我哋嘅新嘅政府。我哋唔希望呢社會嘅唔公平、唔合理、唔公義存在，因此我哋極期望透過選舉喚起大家關注，到底香港社會去往哪裏走？期望大家支持我哋批一直為基層、為打工仔女、為我哋小本經營者打拼嘅人。請支持陳婉嫻，我 number 係807。多謝大家，多謝。好
好啦，唔該晒咁多位。嗱，開場發言就聽完啦，陣間翻嚟啦，我哋會有互相質詢嘅環節嘅，轉頭見。歡迎繼續收睇立法會選舉論壇。嗱，呢個環節咧係到主場時間，即係話互相質詢嘅環節咯。擁有主場時間嘅候選人咧，可以自由邀請一位或者多位候選人回應佢嘅提問嘅。如果冇被邀請嘅候選人又想加入討論嘅話咧，唔該請舉手。擁有主場嘅時間嘅候選人可以決定俾唔俾佢加入嘅。嗱，我哋依家先請何俊仁名單，你有3分半鐘時間可以開始。好，各位，依家係我主場。咁咧，我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叫做良心測試，淨係問你哋問題，表態，舉手下，唔需要答問題。第二部分，我先至會揀人嚟到問問題。好啦，第一部分，如果同意嘅話，舉手；如果唔同意、冇意見，唔好舉手，唔需要舉手。我有第一個問題，我哋覺得李旺陽絕對唔係自殺嘅，有好多證據係證明佢係被害死，然後被自殺嘅。同意嘅舉手。第二個問題，劉曉波先生佢推動嘅和平嘅08憲章運動，大家知道絕對唔係咩嘢顛覆叛國，但係佢竟然被係政治打壓，依家咧被判入獄11年。我依家覺得係立即釋放劉曉波，停止政治打壓。同意嘅舉手。第三條，我哋覺得89年我哋喺中國所出現嘅民運同埋學運係一場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個愛國民主運動，係要打壓，係要反對貪污、反對官倒，但係後來係不幸被血腥鎮壓。呢啲係全個國家嘅同胞，只要你有一點良心，都會感到非常非常之憤怒嘅。我哋應該係義無反顧咁樣支持，立即平反6·4，追究屠城嘅責任。同意嘅舉手。好啦，第一部分嘅良心測試已經完咗，我而家咧係希望問一啲問題。我先問劉江華，因為喺有一次嘅論壇，電台嗰度，你講過話，你雖然係支持過喺一段時候最早期嘅時候係爭取平反6·4甚至係譴責當時鎮壓學生，但係後來大家知道啦，你逃離呢個港同盟啦，後來入咗呢個民建聯咧，成為副主席啦咁樣。咁你依家講到咧，上一次論壇就話你反對平反6·4。甚至你話好多內情，大家唔知道嘅，有外國勢力滲入嘅，使到好多人非常之憤怒。我哋覺得你係出賣咗自己，為咗上位，出賣自己良心。我一俾你答。我諗何議員你搞錯啦，我從來冇話反對呢樣嘢。實際我當時講咧就係每人有唔同嗰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而事實上咧，我認為咧呢個係香港人嘅心結。我係好期望咧，即係中央政府同香港嘅市民咧，將來能夠有一個機會，有一個互動喺度。呢個心結咧，其實都影響咧，即係香港嗰個嘅深層次嘅矛盾嘅。其實我相信香港嘅市民咧，都能夠係同中央能夠有一個互動。對於個政制嘅方面，乜嘢外國勢力滲入？就算係劉江華，你要答乜嘢外國勢力滲入？都希望能夠有。點解你要污蔑咗學生？其實你點解要出賣自己良心？對於呢一個嘅，你快啲講俾我聽，乜嘢外國勢力滲入？你係搞錯咗啦。劉江華係你答呢個問題。基本上係搞錯咗。你係上次講過呢樣嘢。如果係學生，好啦，時間夠啦。跟住落嚟係涂謹申名單，同樣係有3分半鐘。好，或者我問下一啲熱門啲嘅國民教育嘅問題。我想問下李慧瓊咧。就而家咧就咁多個咧，得係一個行政會啦，咁我想問咧就係你會唔會贊成咧撤回國民教育咧？因為你知道最近有成幾萬個家長冒住好熱嘅天氣咧嚟到去反對國民教育，洗腦式嘅國民教育，希望咧政府可以咧就撤回，就有個諮詢，同埋咧大家咧係詳細傾下。咁你會唔會建議政府都係立即撤回呢個國民教育嚟到諮詢呢？
擔心嘅家長未準備好嘅學校同埋老師咧，喺9月份係唔需要開展國民教育。我自己個女咧都係讀5年班，我唔會俾任何人洗我個女嘅腦嘅，包括係學校老師。我會咧促請梁振英政府咧利用3年嘅開展期同埋已經成立嘅委員會，完全開放嘅態度去聽唔同人嘅意見。但係官校9月就要開始做咯喎。據我了解，官校都有選擇權。如果官校嘅家長佢係被逼係要接受國民教育，你嚟揾我，我一定會幫手去跟進嘅。我同政府了解過，官校係有選擇權。點解要咁急呢？係咪可以撤回，然後再諮詢？你係咪會尊重幾萬個家長佢嘅意見呢？點解有啲乜嘢即係咁急迫嘅原因係一定要係即刻開始呢？其實冇急迫嘅原因嘅，但係我絕對尊重所有出嚟表達意見嘅家長。但係我哋都必須理解，而家都有部分學校咧，佢自願選擇開展國民教育，有部分未準備好就唔需要開。咁呢個係尊重遊行示威嘅人，亦都尊重學校嘅選擇，亦都相信學校同埋老師嘅專業。你同唔同意學校老師係絕對唔會洗我哋小朋友嘅腦嘅？對唔住，最大嘅教師公會教協係反對國民教育。希望可以撤回喎，諮詢喎。你同唔同意老師嘅專業？老師係唔會洗我哋小朋友嘅腦啊！但係你又要強迫喎。你同唔同意老師係唔會洗我哋小朋友嘅腦？最大嘅教師公會係認為要撤回嚟到諮詢。咁你係咪有啲咩咁大嘅原因係一定要9月開始，而3年係一個限期？最後就算唔贊成都好，3年後都一定要做。點解呢？其實3年係一個開展期嗱，如果社會上到時仲未有共識，我認為開展期可以延長，又或者可以俾多啲選擇學校，包括佢係咪將國民教育擺落去公民教育嘅課程或者其他嘅科目裏邊，大家可以一齊傾，係咪？點解一定係得撤回同埋唔撤回呢？但係點解唔俾一啲準備好嘅學校去開展呢？點解你答我點解呢？國民教育係認識我哋國家歷史文化，點解歷史科會變成一個選修科，而係集埋，特登要整個國民教育呢？有啲咩嘅原因呢？即係你諗係咪？即係如果你係認識我哋嘅國家歷史文化、大地山河，點解反而個歷史科要 cut 咗佢？係咪呢個其實係共產黨一個想洗腦嘅一個教育呢？嗱，呢個咧就係涂議員嘅陰謀論啊！歷史咧，我絕對支持係成為必修科，亦都係應該係要喺學校裏邊俾小朋友咧去盡量認識歷史嘅。咁正如我講啦，而家有學校係選擇去開國民教育，而政府嘅政策亦都係由學校自主啊嘛。點解我哋唔可以尊重學校、信任老師嘅專業呢？係想洗你個孩子嘅腦，就係李慧瓊啦。好啊，時間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係白韻琴名單，3分半鐘嘅時間交俾你啦。我第一個想問嫻姐，陳茂波咧就天機算盡，同埋佢做劏房又交代不清，你覺得佢係咪應該引咎辭職、止蝕離場咧？如果你同意嘅，請舉手。佢咧就最近呢，你咁多解釋都係唔同意。唔係，保皇黨唔使講啦。我而家想問第二位。頭先咧何俊仁講咧，我覺得唔係好舒服。時間，因為你已經講咗你係唔同意啊嘛。唔係，咁而家我要問李慧瓊，你支唔支持停止呢個洗腦式嘅國民教育？未準備好嘅學校係唔需要喺9月開學嘅。咁多解釋咧，咁多理由咧，都係支持，都係另一個保皇黨上高叫你舉手你就舉手啦。好，而家問白姐姐，你俾唔俾我同你傾下偈咧？因為我覺得咧，你咁樣咧，我覺得譬如咧，你學咗何俊仁，有你問我哋想講又講唔到，點得咧嚇？即係有好多問題嘅。你覺得佢哋應唔應該都係要引咎同群眾道歉，或者甚至即係自己揾台階下，同唔同意？你可唔可以點出邊啲問題啊？譬如梁振英嘅僭建到而家都未正式回答，陳茂波亦都冇解釋，同埋將所有啲嘢都推咗俾佢個老婆。咁呢一樣嘢係咪即係唔肯承擔呢？以我所知咧，泛民嗰啲議員咧都有僭建喎，佢哋係咪需要落台？我覺得佢哋都需要，因為呢啲泛民係偽民主派。咁可唔可以問涂謹申咧？我會問佢哋。好，多謝。咁而家我想問何俊仁，
咁何俊仁呢，你係帳目不清嘅，咁甚至呢，而家被稱為何茂波嘅。咁點解到你而家都唔解釋？其實呢，我覺得你唔淨止係偽民主派，甚至係霸住個位超過20年都唔讓俾啲後生梯隊嚟做嘅。咁你同唔同意啊？嗱，帳目清唔清我已經講好多次，不過咧，我好有興趣你回應呢個偽民主派呢句説話。嗱，有一句名言咧，最近咧制止你已經答咗個問題，請你唔好再嘥我嘅時間。唔該你收聲，唔好用我嘅時間。好，我而家問涂謹申，你就即係被認為咧係你啲同黨叫你做懶將軍啦。咁我又想問你，有冇查下？何俊仁，你身為即係民主黨嘅中常委，你知唔知佢啲錢去咗邊呢？白姐姐，你搞清楚先。喂，如果我唔係中常委嚟嘅喎。你唔好再講。乜嘢都唔緊要，只要你同黨。我答你問題啦。你應該係了解。你話我懶將軍咧，我相信涂謹申過往咧係最勤力嗰幾個議員之一。係你自己話自己啫。你睇到有調查㗎嘛？有好多關注組要監察㗎。你淨係要答我。涂謹申係最勤力嗰幾個議員之一。你知唔知道何俊仁啲錢交咗去邊？涂謹申係最勤力嗰幾個議員之一。如果你唔知道嘅話，即係你答唔出，都係偷懶。OK， 嗱，而家咧就到馮檢基啦。馮檢基，我相信大家叫你做好，時間夠啦。秦始皇係冇錯嘅。時間夠啦，開始主場時間有少少火花咯。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睇睇另外其餘4張名單點樣利用佢哋嘅主場時間。歡迎翻嚟立法會選舉論壇。依家繼續係主場時間，我哋請劉江華名單，你係有3分半鐘。喺香港呢個政治多元嘅社會呢，其實唔同嘅政治觀點同埋立場呢係好正常，應該互相有一個包容同埋有一個胸襟。香港係需要一個寬容嘅社會。有啲嘅政治爭拗呢，其實都係即係沒完沒了嘅，對香港亦都冇乜好處。好多市民提醒我哋作為候選人應該多啲關注民生嘅問題，我係聽到嘅，所以我想提出一個幾切身同埋幾重要一個嘅民生嘅問題，就係土地同埋房屋。我哋聽到好多市民呢都覺得買樓好貴，而家租金貴，影響下一代。但係嚟講呢，我哋睇到而家就算市區好多劏房嘅問題，大量嘅新界嘅人呢，每朝早都要出去市區係返工。但另一方面，我又睇到呢，新界呢好多土地呢係荒廢咗嘅，農地呢亦都荒廢咗嘅。所以我其中一個政綱呢，就希望呢喺未來10年、20年呢，都應該係大力去發展新界嘅土地，多啲嘅空間，多啲嘅就業嘅機會。呢個我係第一個主張。第二個主張呢，就係你睇到而家就算係加建公屋、增建居屋，但係有一啲人呢，佢真係都買唔起居屋，亦都買唔起私人樓，嗰種夾心階層，我認為係需要係興建嘅。第3個方面呢，就係公屋。有候選人上街，我會講晒我3點嘅主張。呢個我哋民建聯就土地房屋嘅一個主張，使好多市民呢係好想知道我哋嘅主張嘅。第3點嘅主張呢，就係而家好多人呢都住喺一啲公屋嗰度，過往有賣過公屋嘅，而家停咗。我哋主張係應該要出售翻呢一類嘅公屋，令到住喺公屋嘅居民呢係可以買翻自己嗰層樓，亦都唔使啲仔女呢係搬咗出去揾私人樓宇。所以我哋主張呢3點嘅重要嘅房屋同埋土地政策，我想問涂謹申議員，你作為民主黨嘅成員，你會唔會贊成我呢個主張，同埋一齊去做一個推動呢？我會並且一齊。不過我好擔心呢，就係你以前作為行政會議員呢，需唔需要對你剛才所講嗰個現況係有啲嘅責任？嗱，你哋民建聯有局長、有副局長、有政治助理，係咪過往咁多年幾屆嘅特首係咪？頭先阿嫻姐所講，生活大倒退。如果你講房屋係用咁樣嘅土地嘅供應喺曾蔭權嘅治下，係咪你作為行政會議嘅成員，你係咪都要道歉？其實民主黨呢個風格呢，就係一開口就鬧人，一開口就砌人。其實我嘅主張就係向未來睇，居屋、夾屋，你係咪同意呢？
新界嘅土地我講咗我同意有咁大你喎量嚟講，咁但係問題係咪即係你同意啊以往如果你同意得啦你嘅政績我係另外一個你係咪要問題，我想問你阿涂謹申係咪都議員要呢個係我負責呢主場，所以你問唔係你係咪要聽我講負責呢？你做行政會議你聽我講，係如果係房屋嘅問題咧，如果你咁好嘅話，咁點解你過往又係咪要作為負責呢？你又贊你係行成政會議成員停你係咪要負責建先？民主黨點解又會贊成要唔要停負責任建公屋咧？行政會議點解會係咁樣咧？成員要唔要居負責任屋點會停止咗咧？唔係我想問你呢個你都有個負責任嘅喎行政會議成員。你要唔要負責民主黨先你大家睇到啦，佢基本上咧就係你睇到佢鬧人、唔答嗌交佢作，為基行政本上咧會議成員都唔完全理民。唔答題目好，時間夠啦。好，將我哋請馮檢基名單，同樣會有3分半鐘嘅主場時間。我喺其他嘅論壇上面咧都問過劉江華，因為佢話正經人做正經事，我問佢啲正經嘅問題，包括佢點睇李旺陽事件啦，點睇我哋過百萬人曾經遊過行嘅6·4事件啦，佢都係講呢樣講嗰樣，唔肯正面答。我亦都問過一個係民生嘅問題啦。10年10月，政府係徵用呢個郊野公園，響擴大將軍澳嘅堆填區。佢講咗自己，我爭取咗2蚊俾老人家咧係搭車喎。我唔問你啦，我覺得我問你，你都係轉嚟轉去，對唔住，呢個我嘅主場。我倒翻轉頭，我想問白韻琴。白韻琴話我係民協嘅秦始皇，但係你要知道咧，你要等問你先，唔好答住。你都知道咧，我而家係唔選九龍西，而走嚟選超級，係冒險選超級。好多人都話我輸。係啊，你咁樣點解要咁做會呢？令到你哋忘就因為第一個黨㗎咧就係有320幾萬人喺呢一個選舉上面。如果我唔參選嘅話咧，就3席送咗俾建制派。我哋民主派未選先輸，一定要參選。第二就係話，我相信民主派如果贏到3個議席咧，係表示咗過半數嘅市民係支持民主、人權、法治嘅。呢個聲音會話俾香港政府聽，所以我要喺話呢度講俾中央俾大政府聽。家聽，你係偽民主派啊！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咧，你放棄如果我哋選呢個選票啊！超級區議會咧，係有機會咧，係讓我哋民主派多個機會贏取24個席，確保我哋有否決贏取24個權。席，你出但係3相反咧個人，最多咪白贏多一韻琴，名你話係咯民主派，但係專其實係你哋自己係鬧民主派、啄民主派嘅票，仲係保皇黨。頭先阿劉江華叫你唔該，你問何俊仁啦，你即刻聽話問何俊仁啦。喂，我係有你嘅嘢，我係提名人咧真係有嘢要問何俊仁過半數90%咧係建制派嘅提名因為何俊仁其實你係我都認為佢係我想問你偽民主唔派，該白韻琴呢個我主持人我未問你我一問你啊霸住嗰你聽唔聽我問題呢20幾年，我想問你個問題呢同你一樣啊，其實你係民建聯嘅師隊嚟嘅噃。喂，你輸得好啊緊要喎我想你答俾我聽。我問你對唔住係受我主權啊如果你唔答我就問第二個啊左派嘅金主支持你，你係問發誓，你夠膽發誓，你係有左派嘅對唔住冇金主支持你，一個先都冇你呢啲一個先都冇嗱。我而家想問翻你，點解你唔答？你係民建聯嘅師隊咧？點解你專利辯論上面搣走民主派嘅票咧？讓民主派贏唔到24個議席，真民主派，你係贏唔到偽民主超級嘅3席咧？你點解係即係你係真嘅秦始皇啊你點真法咧因為你啲黨友係兵馬對唔住白韻俑啊，琴我唔問你啦為咗你要呢個馮檢基權劉江華利啊！想加入，俾唔俾佢加入？我係唔俾白韻琴再講嘢，因為佢都唔答我。我可唔可以加？對唔住唔得，我跟住想問下阿李慧瓊。李慧瓊，你話過如果有啲嘢係違反民意嘅話咧，你做得唔好嘅話，你寧願辭職。頭先個好嘅例子啦，就係劉江華響10年10月，佢係違反將軍澳絕大部分市民嘅反對，係支持政府徵用郊野公園做擴大堆填區。如果係你而家行政會議成員，你係支持定跟民意反對呢？民建聯係反對喺將軍澳我講你自己堆填區。如果我自己喺日後有重大嘅議題，我必然係會同黨團以市民嘅利益為依歸，好清楚多次講到，我加入行政會議係要令政府做到嘢。若然達唔到呢個目的，我會毫不猶豫咁選擇。當日劉江華咧係違反咗黨嘅意見，係投咗贊成票嘅，即係換一句話咧，你會跟黨嘅反對特區政府嘅決定。好，時間到啦，跟住我哋輪到806號李慧瓊名單，同樣會有3分半鐘主場時間。各位香港嘅市民，大家好。今日係超級區議會選舉嘅論壇。超級區議會選舉咧係一個跨地區、跨行業嘅選舉。我成日都思考咧點樣利用超級區議會選舉咧，去更加聚焦咁令到社會、令到政府咧可以處理好民生嘅議題。起碼我都希望，或者市民都好多期望咧喺論壇上，我哋應該講政綱，應該講下香港未來嘅發展方向。因為我哋嚟緊5個超級區議員咧加起上嚟咧，就等於全港市民。不過好可惜，大家見到論壇何俊
俊仁議員佢選擇淨係俾人哋舉手去回答某啲政治複雜嘅問題。如果政治問題只係舉手與不舉手，咁呢個肯定就唔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另外，我呢而家係我嘅主場，我呢就想翻落去，用我自己帶頭去顯示呢，我希望呢討論政綱，因為呢正係因為我成日思考。亦都希望咧，超級區議會嘅選舉論壇咧係有別於其他嘅論壇。我哋希望聚焦咁處理政綱。嗱，特區政府咧嚟緊一定要做嘅工作咧，就係要減輕市民生活嘅負擔。而家無論係基層、中產、年青人都有好大嘅生活壓力，通脹貴，大家都好清楚。點樣減輕市民嘅生活負擔咧？尤其是一啲中產嘅小業主，民建聯咧過去。無論喺政綱裏邊，喺過去咧，我哋要求政府免差餉同埋退地租。咁我就睇下其他政黨咧，佢哋嘅政綱點樣寫。我就發現咧，民主黨你哋咧喺政綱裏邊咧清楚寫明咧，你哋要求政府咧引入一個叫做差餉三級制。所謂你哋提倡呢個差餉三級制咧，15,000蚊以上租值嘅單位咧就要增加差餉。我又翻查過而家啲地產鋪嘅記錄啊，睇翻呢個奧海城啊、涂謹申嘅選區，最細嘅單位600尺咧都已經過15,000蚊啦。太古城咧，香港島嘅物業700尺嘅單位咧，有一半以上嘅物業咧已經過咗15,000蚊啦。咁你哋所謂嘅三級制咧，仲有講到咧就係5,000蚊樓下嘅租值嘅物業咧就可以減差餉，但係5,000蚊樓下嘅物業咧邊度揾呢？大家都明白嘅。除咗劏房之外咧，可能市面上已經冇咗5,000蚊樓下嘅物業。我就好想問何俊仁，你哋第一，你哋認唔認同呢個差餉三級制，只係會令到而家嘅差餉有加冇減，會漠視咗中產而家面對生活嘅壓力？你哋都制定政綱嘅時候咧，冇考慮到呢點，你同唔同意呢一個係不切實際嘅政綱？其實咧，你而家只係講埋一啲好技術而市民唔明你講咩嘅説話。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成個特區政府喺土地政策上嗰個失調，何俊仁議員造成咗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停建公屋。我想你清楚回答咧，你同唔同意呢個差餉三級制？若然係能夠係落實嘅話咧，我哋嘅小業主咧係要俾多啲差餉。而家小業主要供樓、要俾差餉、要俾地租，已經百上加斤㗎啦。點解你哋仲要喺今次選舉嘅政綱裏邊加一個差餉三級制？你可唔可以答我咧？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理唔理解中產佢哋面對嗰個生活壓力咧？民建聯就係因為咁耐以嚟係包容、支持、縱容政府去托市，去到維護。好啦，時間到啦，最後3分半鐘嘅主場時間係807號嘅陳婉嫻名單。我今日咧實際好想講個大家喺呢個時段最關心問題。呢個時段係7點鐘至到大約係7點幾啦嚇。咁我哋大家都喺屋企睇緊呢個節目，我就相信唔少人會認同。而家唔少嘅屋企人可能嗰啲返緊工咧，仲未返到屋企。我哋出現咗而家就有開工嘅時間，冇收工嘅時間。我哋往往好多時面對住嗰份工嚟講呢，係唔夠膽同老闆 say no。以前唔係㗎，以前當老闆話要加班嘅時候呢，佢總係徵詢員工嘅意見，甚至當時製造業發達得好緊要嘅時候呢，係要求佢哋加班呢，係請佢食叉燒飯嘅。到今日嚟講呢，老闆好似就話：總之呢，我唔收工，你班人都唔好收工。總之就做會計嘅，做一啲文職嘅，做一啲可以講話冇乜所謂嘅時間規定嘅工作，係更加漫長嘅。各位朋友，好多時面對住咁嘅情況，我哋出現咗社會好多問題出嚟。呢啲問題係咩呢？我好想進修，不過冇時間進修喎。我細個時候窮，我有時間進修嘅。有例如我哋而家，我哋睇到好多人身體唔好，壓力好大，我哋好想運動。嗱，運動係當中係一個好重要內容，但邊度有時間運動呢？老實講，休息都唔夠點算呢？有例如我哋睇到唔少人，好多時返屋企想同屋企人傾幾句呢，都係好難。有唔少人就有時哭訴同我講：佢話嫻姐，你提出嗰個標準工時呢，我係支持你嘅，但你千祈呢，唔好俾佢加班補水之後你就無限期。咁佢繼續加班。嗱，我想講一個問題，呢個就我嘅主場，等我講完，你唔好心急年青人啦。
你應該感同你嘅收受，大家都老實講受時間，我哋基本上冇勞動嘅價值嘅而家，咁變咗咧，唔係我一定問你，你唔使擔心。咁所以我自己，所以我嘅嗱，我想講咧，希望主場係我嘅，等我講埋啦，好嘛？我唔想我再重蹈以前立法會，好似你民主黨當我講我哋最低工資，你反對我講清楚我而家嘅情景話俾大家聽，希望年青嘅所有朋友係能夠支持我哋，要有建立一個我哋嘅一定需要有一個叫做呢個標準工時。超過時間之後呢，我哋需要有個加班補水，而當中呢，好老實講，唔能夠話老闆講我要加到24小時都唔得噶嘛。總嚟講，我就好希望呢6個朋友都答我，如果我哋一齊立法局，能否唔好修訂我啲勞工界意見嚟支持我哋呢？嗱，時間俾你哋，由你每位都答我唔好啊。嫻姐，你講啲嘢咧係個個都支持嘅，不過問題你工聯會最後尾咧喺呢15年裏邊，為咗生活咁倒退，要唔要都同大家講聲 sorry 咧？因為你有行政會咧，我想講有局長、副局長，全部都係你哋啲人嚟嘅。如果冇工聯會，我相信而家更加倒退更加大。包括住勞工嘅權益，好多時我哋啦，你聽我講埋先。年青人唔熟嘢就唔好講。我哋當時冇我哋咧，休想喺08年之後進入咗呢個立法嘅個前。你哋一路咧，休想08年進入咗立法。基層工人嘅權益啊！我答你。年青人，首先要學歷史，知情況，冇人民認為民主黨唔好咁霸權，工資保障運動你支持喎。好啦，主場時間夠啦。主場時間差唔多啦，陣間翻嚟嗰節啦，我哋會請各候選名單作總結發言嘅，轉頭見。翻嚟論壇時間，我哋呢一節咧有總結發言嘅候選人名單，你有1分鐘時間。各位，我剛才做咗個良心測試咧，就俾大家睇睇，大家係咩人？依家正話喺呢個咁大是大非問題上嗰個表態。你睇到有冇良心嘅底線，有冇是非心？呢樣嘢決定咗你作為一個從政人啊，你會唔會有啲原則係真係會堅守嘅？呢點係最緊要嘅。大家睇得到正話講好多冠冕堂皇嘅説話，有咩用咧？你睇佢做咗咩嘢最緊要啊嘛？陳婉嫻講得咁好聽，但係睇下佢又批評政府大倒退，睇得到呢咁多年15年嚟曾蔭權、董建華官商勾結呢個地產霸權、貧富懸殊。但係你哋建制派、工聯會有人喺行政會裏邊，民建聯有人喺行政會裏邊，有人做局長，你哋做咗咩嘢呢？劉江華講話包容，你啊真係包容，你包容晒呢啲最壞嘅嘢，你係縱容，你係包庇，呢啲係最大嘅問題。所以呢個李慧瓊話唔好咁多對立，對住呢個政府點可能唔對立啊？所以支持民主黨，支持何俊仁。好啦，唔該。跟住係涂謹申名單，你有1分鐘。各位市民你好，我係涂謹申。最近我參與嗰個反國民教育洗腦式嘅遊行咧，我自己嘅感受係好大嘅咧。有一個長者，佢係70歲嘅公公婆婆，佢喺我隔離就同我講，佢話涂議員，我70年係冇試過出嚟遊行嘅。咁我話係咪真㗎？咁我問下佢，我話6.4咧咁樣，佢話我冇。我話咁23條反對23條立法咧，佢話都冇。咁我話點解你今次出嚟遊行呢？佢話涂生，如果你想洗我個孫嘅腦，我會同你搏命。我呢幾廿年呢，我冇聽過句説話係令我咁感動。其實從政嘅人最緊要一個信任、信譽嘅問題。過往做嘅嘢、投嘅票係最實際。多謝你支持。好啦，時間差唔多啦，跟住係白韻琴名單，請你總結發言。各位朋友，你哋頭先睇到啦，今日參選嘅7張名單，保皇黨呢就係聽 order 舉手贊成或者反對，冇自由意志。咁至於民主黨呢，2位民主黨都係霸佔咗個席位20年以上，而且呢仲走去中聯辦密室談判，製造另外一個功能組別。咁民協咧，為咗自己馮檢基，為咗自己嘅富貴榮華咧，就有亡黨嘅可能性。所以你哋可以睇到，最獨立自主、敢言同埋真誠，係真真正正嘅獨立人士。為咗反對呢啲黨派喺立法會度搞到烏煙瘴氣、鬧交，請你哋投
真心感言803號白永琴白姐姐，記住啦，全香港九龍新界嚟到嘅人都可以支持我白永琴白姐姐803號。下一位係劉江華，你有1分鐘時間。我完全咧係支持李慧瓊同埋陳婉嫻咧係集中精力咧係去改善民生，去討論一啲嘅民生嘅政綱。呢個市民咧係即係期待緊我哋嘅。但另一方面一個反差，你都睇到咧，民主黨咧淨係識得鬧人，佢冇認真冇去切身咧係做啲嘅理性嘅討論。你點會期望佢入到議會真係幫市民手呢？係嘛？第二個方面咧，佢淨係識揾人錯處喎。佢自己本身係完全係聖人嚟嘅，乜錯都冇嘅咩？只不過我哋冇提出咁解嘅啫。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政治爭拗咧喺呢一次嘅選舉，喺而家呢個政治嘅時刻已經過時啦。過時嘅議員就好似過期嘅食品一樣，應該就要丟棄啦。剛才咧幾位咧有講兩個派別嘅所謂對壘或者對決，但係我自己嘅睇法，與其係對決咧，不如咧係對話。好好利用呢5個超級議席，多啲為時間到，跟住請805號馮檢基名單1分鐘。各位市民，貪爭貪盡海陸空，建制派保佢。梁振英為佢嘅僭建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建制派保佢。我哋劏房局長死不認錯，我哋建制派保佢。最離譜嘅係政府同建制派仲要處理搞埋我哋小朋友。強推洗腦嘅國民教育，我哋仲點可以相信建制派幫我哋市民監督政府呢？建制派係冇獨立嘅意志，所以請大家出嚟投票支持民主派，讓民主派贏到最少24席嘅否決權，防止梁振英政府為所欲為。我參加今次超級區議會選舉，請大家支持805號嘅馮檢基、許錦成。讓我哋喺呢個選舉上面贏取3個議席，第3個議席，讓市民都知道市民係支持民主、人權、法治嘅。馮檢基，多謝你。下一張作總結發言嘅係806號李慧瓊名單，1分鐘時間。各位，我哋討厭呢啲無止境嘅對立、停不了嘅爭拗。其實我哋今日大家能夠企喺呢個辯論台上邊參加我哋呢一次史無前例最具民意代表嘅超級區議會選舉，係咩原因？係因為政改方案通過咗。2010年嘅政改方案，民主黨妥協，民建聯包容，我哋香港可以一齊向前。事實證明，只要香港社會可以超越對立，我哋一齊可以行前。政治問題如是，民生問題亦都係一樣。李慧瓊主張理性討論、包容對人、齊心做事。如果香港繼續係對立，繼續只係話對決，我哋仲有幾多時間去討論我哋迫切嘅經濟、政治、民生問題呢？我哋需要嘅係對話，而唔係對決。我希望各位超級區議會嘅候選人超越對立，愛護香港，一齊對立，為建設香港而努力。請支持806號李慧。時間到，最後我哋請807號陳婉嫻名單1分鐘，唔該。各位市民，相信大家都知，香港喺呢10幾年裏邊，貧富懸殊成為世界上裏邊最嚴重嘅地方。不論你喺邊個階層裏邊，都覺得生活非常之困難。而當中要解決問題，首先係土地嘅出發。我點解咁講呢？如果我哋假如大家喺處做小本生意嘅，或者係打緊工嘅，如果你老闆唔係因為租金貴呢，我諗唔會出現咗我哋好多事。原來打開工嘅地方，最後因為一個加租，令佢失去咗個職業。我哋覺得政府必須扭轉而家土地政策，包括構思。我亦都希望所有政黨同我哋一齊諗嘅方法。例如我哋話不夠發展，點解不夠發展裏邊某地產商買咗之後唔發展咗我哋個碼頭而家啲有特色嘅嘢呢？另外北角個新村地方有個商業起酒店，後邊點解唔能夠連結埋我哋街市一齊發展呢？嗱，啲需要大家全部諗下。如果另外多啲經濟元素，打工仔多啲就業機會，大家生活就冇咁困難，大家有機會向上發展。好啦，多謝咁多位候選人咧出席我哋嘅選舉論壇嘅。另外咧，我哋亦都要多謝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財務總監何顯先生為我哋做公證喎。好啦，再提提大家啦，立法會選舉咧將會喺9月9號投票嘅，在座7張名單18位候選人，究竟邊5位會成為超級議員呢？靠大家手上嘅選票啦。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再見。再見。
喺稍後請收睇《愛回家》。